台湾的艺术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，国情啊，我知啦，阿国啊嘛，甲你名同一日讲嘛。北部咧做电台主持人做了真好，会补迄旁时间嘛。无毋对，啊，都拢互你讲了，因为你咧看解文说理。结果我入去到伊办公厅，又搁咧摇头甲面，问落才讲甲因牵手冤家啦。即摆开始怨叹互我听。讲我阿公啊是倒一项歹，互阮某安尼嫌甲无一块对。那我做人是真担心命哦，担心命，我紧也别出来抄3字的台语社会流传的用词。即个担当词，担心命解说就是有担当，是讲心命。普遍顶啦，字典的应用拢是表示体质，所以有人讲哇担心命，迄就是牺牲担底；有人讲带心命。就是出事就带一款镜头，安尼叫做带心命。毋过谈遮担心命，嗰种头拄我讲有担当啊。搁来第二句，伊搁赞落呢，讲我做人担心命，做事栽头重。吼，倒倒啊，讲甲义撇分天，做事栽头重的栽，原啊3字的动词起头，即句用词社会的应用，就是讲栽轻重的意思。吼，安尼毋着足值得落落安尼，啊有影你无甲打动啊呢？阿国啊，继续转落去。我哪会无在头重？听众朋友要求，服务我倒一项办了无好，我伫空中，我哪真侪人咧拥护呢？结果阮某安尼甲我使性地，开袂着就大声声甲我喷。愈讲愈牙讲，即马吼，我就爱扑出来，小可揪一下手啊，大只洞啊咧。我知己的嘛，选直接甲好啊。我讲吼，你莫他妈闹下害啦。吼，国情啊，即句足土的呢。啊，倒有影社会，咱有在听，有人咧应用，咱则捡来解文说理，互相探讨甲参考。这原来3字的用词啊，闹会害闹，原来动词啊，拄我较担心命的担，拄我较栽头重的栽拢共款啊。原来动词起头，会害免解说就是遮嘛。闹会害，敢若一种意思，就是讲专门讲含的，专门讲赚。我讲吼，绝对你有啥物空头去互恁某掠包，无伊无可能安尼甲你使性地。恁某的人偌温顺的，我都毋是毋捌过。对啦，啊，着昨暗啦，昨暗阮同学来招我啉啦，睡到饭店才转去啦。对啦，讲兄，做人毋通干那拼家己好诶，着爱家己检点反省，等下恁某会毋着，家己找不是较有影啦。就咧研究台语3字的用词，动词起头，艺术的所在。